第一章做伙来。祈祷最难经过推机，定中主家就是心主所选是在宝贵，经过心花归地，因光心下。信心可变交集，还行吗？好，速度不行，要快一点了，太慢了。好，要快一点点回来。好，咱来读一个第三章的歌词，第三章的音读的哦。好，预备来，至圣救主降临会中，求你施温全会众。稳定消散，万民同享。嘿，好，来这句稳定预备来，稳定消散，万民同享。啊，白话字就安尼写，所以咱就安尼唱啦吼。好，搁一摆哦，预备来，稳定消散，万民同享。保全束缚无限量，统治权柄伫你手中，阳光袂毁，永无穷。好，第三章来唱一改，好，第一个音就好。预备，来，至圣救主降临会中，求你施温全会众，稳定消散万民同享，保全生活无限量，统治权柄伫你手中。这是才能够献到信息560首，信息第560首，咱会用这首信息做伙来回应信息，咱做伙来唱第一章。旋律真熟，这个歌词较少记，也毋过不要紧，咱做伙来吟唱。是阮上帝跟上帝，属灵的好情行对，关心的代是会思考，那一天归最归随，属关的归属。同款是第三章，所以来读一个，咱用读到第3节。我们来读一下第3节歌词，预备来，求你改造厚度平衡。我知计是讲紧去请教一下，厚平音啊，厚度平衡，继续骄傲屈强，变强卑，放纵。自私毋知见笑，物质丰富，零空虚，事关智慧，事关勇气，天国目标无偏离，天国目标无偏离。好，咱做来练第3章，第一个音，预备来。求你改造好多。
乡，有计划后你感应，曙光的曙光容易，但我忘了本地，但我忘了本地。这是请咱安静心，准备参后再去写礼拜。各位兄弟平安。这时礼拜要来开始，请咱密码安静的心来开始今仔日的敬拜。你所竞选，互因亲近你，住伫你殿的埕的人真有福气。阮要因为你的厝、你的圣殿的福气，心满意足。请三角来唱圣诗，圣诗第254首，圣诗254首，基督做咱坚固地基，请起立。
甲咱犹原徛伫用四道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妇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前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圣母告活，就天，他坐伫全能的上帝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信各共同的教会，信徒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告活，永远的和平。阿免。会众请坐。这时三角来启应，启应文第60篇，启应文第60篇，我来启，大家来应。我乃会晓讲人的语言，甚至天使的语言。喇叭的是。我若有传达上帝信息的文字，我若有够额的信心，通移山倒海，我若摕所有的财产去救济，也是献身躯互火烧。仁爱是宽容。有仁爱就袂怨妒，为这见效的代志，袂快受气，为爱不义，仁爱会包容一切，对一切有毋茫，仁爱永远存在。传达上帝信息的文字是暂时，咱所捌的有限，不过迄个完全的一会来。我做囡仔的时，讲话亲像囡仔。当我已经成人，咱现在亲像照镜在看，模模无明。我现在只有知一部分。安尼信、毋茫、仁爱，这三项永远存在。其中上重要的是仁爱。请三角来祈祷。慈悲疼叹的上帝，阮感谢学罗你，感谢你保守阮的生活，
互阮得到对你来的平安甲喜乐。阮常常得罪你，我照你的心意来行，求你赦免阮的过犯，互阮诚做新创造的人，灵命嘛得到更新。阮知，伫即个充满不安的世代，只有外靠你，才有真正的平安。求你大能的手安慰受惊吓的人心，互人生重新得到盼望。阮也向你恳求，帮助阮有勇敢佮充满怜悯的心，彼此相听，亲像灯台照出你真理的光，诚做合你心意的器具。答阮恭敬来到你的宝座前，诚心敬拜阿罗你，求你即时引导阮入伫你的圣殿。感恩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来求，阿门。即时，三甲来看上帝的话，记载伫路加福音11章第1节到第13节。路加福音11节第1节到13节。我来读。耶稣伫一所在祈祷，已经煞，伊的学生一人对伊讲：“主啊，假是阮祈祷，亲像约翰、亚伯，假是伊的学生，伊就甲因讲：恁祈祷的时，就讲：爸啊，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阮的日食日日互阮，赦免阮的罪。”因为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目的带阮入地市，佮对因讲：恁什么人有朋友，伊半暝去找伊，甲伊讲：朋友啊，摕3个饼借我，因为我有朋友对路里来找我，我无面通请伊。伊对内面应讲：无得。坐在我，门已经关。囡仔甲我伫庄里，我要得通起来摕互你。我袂得啦。我甲你讲，虽然无为着伊做朋友起来，就互伊，犹佫为着伊的撇债要起来，照伊所欠用的互伊。我阁甲恁讲，求就互恁，找就拄着，拍门就甲恁开。因为既若求会得着，找会拄着，拍门甲因开。恁搭落一个做爸的，有囝来讨饼，敢要将石头互伊吗？还是要鱼，敢要将蛇准做鱼互伊吗？也是土卵，敢要将鸡仔蛋互伊吗？恁才会虽然歹，犹佫会晓得用好面互你的囝儿，何况恁伫天里的爸，敢无用圣神来互求伊的人吗？即时赞美，请夫妇团契。因要献的诗是主，你会听。
这时，咱来请曾正志牧师来进道，伊要分享的是，请借互我3个饼，借互我。兄弟们，大家平安。今日我经验一个真特别的事，就是咱的旧报写讲夫妇团契献诗。总是我发现着讲夫妇团契中间，结果有足侪囡仔。所以伫迄中间才知影讲，哦，原来是做爸母的，带细囝参与伫服侍。我讲这是真上帝真特别的恩典。嘛是上帝特别要祝福的所在，所以愿是阮的主伫恁的身上不断继续互恁。那今日我真欢喜，搁倒转到咱桃园教会，伫这个所在，甲大家三甲做伙来敬拜上帝。我倒转来咱桃园教会是有原因的，因为50几年前我伫台北读册的时阵，曾经曾钦典牧师伫这个所在做牧师，内省是郭益清牧师。所以了后是曾钦典牧师来时，伊甲讲正弟，你来桃园教会斗骹手，因为当时我的兄哥、我的阿公拢伫咱的教会，就林看长老。讲到林看长老，有一个真特别的故事，毋知咱知影德运动眼镜行无？来举手。哦，德运动是一个台湾老牌子的目镜公司，这个目镜公司为什么号做德运？是因为伊的老爸廖德，伊遮的囝拢号做迄个温氏、温家，还是温族、温典。所以伫这中间，这个廖德的太太是对一个甲我阿公是兄妹啊。所以因兜伫一个古早，伫住伫二林原岛的时，伫原岛的时，因为家庭真袂平安。我的阿祖生10几个囡仔，死到无半个。所以伫迄中间，伊就请人来切恁桥啊，问神托钵。总是有一遍到最后的时，迄个倒头煞甲阮阿公讲。当基督正上当的时候，神明甲伊讲讲我全所有的神明拢请来了啊，敢若只有一个我请袂着，迄就是迄因入教的耶稣，所以恁规去入教好啦。所以是我的外公是我的外祖，是互即个当机倒头安尼赶去信耶稣，所以信耶稣了，果然阮即个迄个祖妈安尼真正熬掉迄个掉胎佫有囡仔，所以囡仔生出来10部囡仔，所以就甲上帝讲：上帝啊，你若是真过我的上帝，互我即个囡仔饲的我，安尼我就深深来信你。所以甲伊号做林看，就是我阿公较早伫咱教会，老一辈人应该有小可熟悉，所以就是试看卖呢。所以到生2个查某囡仔，一个叫做蒙奇啊、蒙耀啊，第3、第4个，佫生一个，生一个时候伊甲上帝讲：上帝啊，恁若是真过我的上帝，我要甲即个囡仔献互你，为主你照光。所以甲伊号名叫啥？林照，照是翕相关的照。所以就是为主照光啦。无拍算，即4个囡仔拢活了真好势。所以果然，这个上尾啊，这个细仔囝去读新人院，就甲这2个阿姐蒙氏啊、甲蒙耀啊，嫁互廖德牧师，佫嫁互另外一个伫28中间死去的一个传道。所以这中间对这个故事，互咱人看起讲，老爸会信老爸老母信主，佫真正经验到上帝的疼。咱对来因咧唱的是主的疼。所以伫这中间经验到主的疼的时，就会人帮助细囝，引带细囝入伫信仰，或者细囝嘛伫了后会人成做真要紧教会去。所以廖德牧师伊伫
高雄开拓新兴教会。会早起长老一个长老甲我讲，伊位面长老甲我讲，因兜住伫新兴教会边啊，所以因就说，迄个廖德牧师是骑一台3轮车，四界去宣扬，讲上帝盼见囝，啊，所以伫迄中间来成立新兴教会。等了后，伊才个囡仔，即廖文树长老，啊要开目镜行的时，咧想讲，当要用什么来做店名？所以就讲啊，我对我的老爸吼得到信仰，我的老爸叫廖德，啊我是文树，所以就用这两个人的名，爸囝的名中间来取德文，啊，将做一个纪念，伫信仰的顶间面徛在一间公司。但是这中间，互咱会当看见迄个即款的典故，所以我伫即个咱的教会三甲做服侍的过程的中间，啊，嘛伫迄个家庭的中间，嘛得到培养。我的信仰嘛是咱的教会中间得到培养。真侪人毋知影，我伫咱教会伫服侍的过程中间，我常时拜1甲拜5，有当时啊是伫善导寺念经拜佛。伫迄中间，你去经验迄个无共款的信仰，伫超出信仰。但信仰是甚物的时，我最后问师父讲：师父，迄个轮回是有甚物气力？甲咱这个众生，甲伊塞入六道轮回内底，要安怎迄个变化？迄个六道是要安怎变化？迄个气力对对来？所以，我的师父甲我讲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原来是甚物意思？就是无限的亮光的意思，就是智慧啦。所以伫这中间，佛教中间有一个经典叫《般若经》，啊，这个就是智慧册。伫这中间，伊讲你家己去经验，总是实际上，我讲什么气力在塞这个时，啊，伊无法度有无一个答案。总是我倒转到伫基督教的信仰的中间，我发现就讲，迄个毋是六道轮回咧塞来塞去。是伫迄个中间，上帝恩典，上帝创造，得掌握所有的生命。所以伫这中间，我真勇敢，搁倒来伫教会，搁倒来才来读新人院，然后才变做今日的牧师。所以伫这个中间，互我伫信仰有一个真深刻的经验，毋但对家庭、家族的遗传，嘛对我家己本身的经验中间去经验着上帝的存在。咱今日我甲大家三甲来思考。即个题目讲，互我照我3块饼。啊，今日我嘛真正伫即个所在，要用大家照3块饼。啊，人用3块饼来帮衬遐个真正善香、送香、善车的人。当你今日即个真侪人伫问我讲，啊，基督教迄个即个台湾国际摇鼓协会到底是甚物换歌安尼？啊，所以伫即个中间，我嘛爱常常拢会甲我讲，我若讲到摇鼓，还袂讲到对策，因就讲，阮知，摇鼓什么？只有什么？只有30。大家对只有30拢足熟，因为这是旧年来展望会所咧举办一个挺心的活动，所以透过摇鼓的经验，去体会迄个摇鼓的痛苦，啊欢喜将家己底下底的钱摕出来帮衬，买这个食米。伫非洲的中间帮衬非洲的百姓，所以摇鼓对策甲展望会是无关系，因为摇鼓对策本身就是联合国内底注册的一个国际的组织，总是伊伫无共款的所在、无共款的国家有成立这摇鼓对策，是照家己的国家、家己的款式，迄个国家的能力，也是迄个百姓组成的社团，因为气力来做服务的工作。所以，甲摇鼓迄个摇鼓30，这是无共款的组织。所以我常常拢开始的时，拢会先介绍讲，摇鼓对策毋是展望会的摇鼓30，摇鼓对策就一个独立的机构。当然嘛，因为安尼有真侪时间的缘故，所以伫去年4月23，总会正式通过，参这个摇鼓对策签约变做合作机构，就是三甲做伙来。透过无共款的服侍的机能，来正促进这个福音的开展。但是这内面，摇鼓对策有一个真正要紧的圣经根据，
就是马太福音书25章31节到40节，即讲主来的时要甲咱分做绵羊甲山羊。甲绵羊讲，我腰恁互我食，我喙焦恁互我啉，这是肉体得的需要，肉体得的要求。总是伊讲，我做人客的时恁拖我大，咱就去想到雅各伫旷野的时，伫闪避伊的兄哥的追杀的中间，到闪要去伊的阿舅老板因兜的时啊，伫住伫旷野。伫旷野的时，困伫旷野用石头看做枕头，总是伊伫迄个微微啊困的中间，可能嘛惊吓的中间，伊看见天推有上帝的使者伫迄个中间起起落落，所以醒起来是讲一句真要紧的话。迄句话是真侪以色列百姓犹太人对上帝的体验一个足要紧的突破。伊伫遐讲一句话是啥物？伊讲上帝竟然嘛伫遮，我竟然唔知影。所以伫迄中间表示啥物？伊的上帝原来上帝是伫因兜，可能用红架桌顶，咱的台湾来讲红架桌顶，总是伫迄个中间，伊的信仰是伫因兜那定。总是到伫旷野时，竟然看见上帝嘛踮伫遐，所以伫迄个所在徛一个碑，甲迄个所在号名叫做伯特利。伯特利原文的意思是 base air，base 是厝，air 是啥？是上帝的厝。所以上帝是无所不在上帝，这是对以色列百姓中间一个信仰真要紧的突破。所以因到伫每一个所在，拢知影，我不论到伫什么款的境遇，到伫狩猎，到伫巴比伦，是伫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间，四线到伫逐角落，总是因坚持上帝伫遐。所以伫这中间，这是迄个安全的需求。另外，赤身裸体互我穿。咱就想到迄个浪子回头领衫，恢复伊的身份，佮互伊得到荣耀，互伊袂抵自尊，互伊有自尊，这是心灵得的要求。然后继续伊讲，我破病，你来看顾我伫家呢，你来看我。这是讲什么？伫讲起罪的问题，罪甲上帝的关系，这是属灵的关系。所以伫迄中间，迄个甲罪有关的。这是灵性德的要求，所以你讲要求的是分作心、身、灵三个无共款的赞词。耶稣你讲这段圣经的时，在讲这个话的时，是在讲这个。所以要求对切用这段圣经，诚侪发展事工的一个根基。所以咱有甲中兴大学合作一个奖学金，这个奖学金伫初期有3个学生来伫这个所在。所以咱来看2分外钟的这个电视的节目。没有东西吃而饿死，在台湾是很难想象的。不过，根据联合国2023年的全球粮食危机报告，全世界每31个人就有1个人因为缺乏食物，处在生死边缘。像是位在西非的狮子山共和国，就因为常年内战民不聊生，挨饿成了多数民众的日常，一天能够吃1餐饭已经是万幸。而今年9月，有3位狮子山共和国的年轻人来到了台湾，他们都是透过 NGO 台湾国际饥饿对策协会跟中兴大学合作的奖学金资助，才能够飞到台湾，要学习4年的农业及企业管理。他们都有个梦，就是希望学成之后回到自己的国家，带来改变，终结饥饿。那么台湾能够给他们什么样的帮助呢？一块来看。饥饿可以真的找到对策，是很困难的。所以我们常常说，给鱼吃不如将它钓鱼嘛。非洲的教育程度普遍都是很低的。来到这边，我们是训练他们，希望他们回去从事教育跟实务的工作。我们在训练种子，那这样的话才能改变他们。只有一条命。我安尼到这就好，无要紧来。And go yes yes yes。
Good. This is two parts. One part is for the wheel, and the second part is for the knife. 学习运用中根基翻图，黑皮肤的学生跃跃欲试，实地演练。这里不是非洲，而是中兴大学的实习农场。3张黑面孔格外显眼。非洲学生到兴大念书不是头一遭，但2023年9月，首度有3位来自西非狮子山共和国的学生就读国际农企业4年学程。My name is Agatha Kaile. I am 33 years old. I come from Sierra Leone. My name is Alusain. I'm 31 years old. I'm from Sierra Leone, West Africa. 大家好，我叫郭凯波，我是学生，东师大学，我大一，很高兴认识你。来台湾2个月，年纪最小的 Sylvester 23岁，已经会讲一点中文。3人来。到这好，这段圣经，这段影片是民视来采访，都是2023年，这3学生拄来到台湾的时，因感觉讲伫台湾会当做这个遮要紧的代志，所以民视特别派一组人去做采访，这拢总有16、17分钟，所以伫这中间嘛会当互咱来，若有趣味的人会当去用这个去点入去吼，会当看到。咱另外一个就是讲，迄个伫这中间，咱这个机构嘛，逐年拢有一个国际年会伫逐所在咧举行，这是去年伫迄个。卢安达今年伫桑比亚，去年伫桑比亚时的相片。然后我去到伫迄个中间嘛，访问真侪国家，包括咱的姊妹教会马拉维，然后去访问因的病院，因的设备各方面，事实查真远的距离啦吼。然后我到伫迄个马拉维时，我甲马拉维的这个牧师甲因讲，咱若要送学生来台湾。爱有一个计划，农业的计划，才会通推荐学生来。恁上好有一个农场，所以这个牧师甲我讲，哦 ，we have small farm。我讲 how small？ 讲我甲伊讲爱有一个农场，伊讲我有一个小农场，足欢喜的讲，伊有一个小农场。我讲偌细 ，how small？ 伊讲吼，敢若112公顷啦，定。就是这个农场大门的所在。伫迄个大门内，迄个农场内底吼。伫拢石头山啦，所以伫迄个中间，迄张树仔骹吼，竟然有一缸水泉，迄个水泉下面，阁有鱼池啊，阁有水田。总是迄个水田的结水的情形真歹，所以这是欠缺技术。所以呢，收成才咱的台湾的收成无到1/5，你就知影讲迄个收成的情形是啥。然后我到伫马拉维上南边的所在，有一个农场，伫迄个所在看因。看因的情形，伫遐看实际上看，所以伫非洲伫访问的时，毋是去佚佗，是看因的土壤，看因的水通管压无，看因的姿势是啥物，然后看因的气区有肥料无，然后最后看因的气区，然后若食村收成若食村，一定要有市场通卖，才会通改善因的生活。所以这是你去非洲5遍中间所咧观察的重点。咱倒转到今仔日咱所读的圣经册，今仔日圣经册咧，甲咱讲起迄个一个真正要紧的所在，就是借我3块饼，总是伫这中间主导文咧，甲咱讲一个真正要紧的代志，咧甲咱讲起讲为什么学生爱耶稣教因祈祷？耶稣教因祈祷的时，迄个祈祷文是啥？伫圣经的中间，咧甲因讲。亲像约翰在教学生，因为每一个老师在教学生的时，在认捌上帝的时，爱互因有一个信仰的告别。所以主祷文嘛是一种信仰的告别，嘛是一个信仰的告别。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然后讲，阮的日时间就阮，赦免阮的过犯，亲像阮要赦免过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去，就叫阮脱离个歹的。所以伫迄中间，毋若信仰告别，是咧教咱伫实际生活中间，要安怎去实践迄个信仰。最后就是讲，迄个教是咱吼，毋是干那咧求别人
要求别人，是咧要求家己，是咧要求家己。所以要安怎样实践信仰？要安怎要求家己？当伫即个内面，咱看见伊伫讲有几个真要紧的重点。第一个是啥物？伊确定迄个祈祷的人甲上帝中间的关系。咱甲上帝是爸囝的关系。有一个故事在讲讲，一个牧师老牧师在甲会友讲啥讲？上帝无孙啊，因为咱拢称上帝做啥？做爸，伫天年的爸。所以咱甲上帝的关系，不管你是第几代基督徒，总是你会记哩，咱甲上帝的关系是爸囝的关系。迄个爸囝的关系是表示亲密。所以第二项讲，愿你的国降临，你的国是啥物国？就是上帝国。所以上帝国降临是安怎降临？是因为所有的人欢喜尊叹上帝话的人，迄就是诚侪顺叹上帝旨意的人，拢总是上帝国的百姓。所以有一遍耶稣咧传道理的时，有人甲伊讲啊，恁母啊吼，啊甲恁遐兄弟啊吼，伫外口咧等你，咧找你。伊讲什么人是我的爸母，什么人是我的兄弟？后壁讲一句话真要紧。即尊叹上帝话的人，就是我的兄弟。所以这中间咧，主祷文咧甲咱讲起，确认咱甲上帝中间的关系。然后继续，第二项伊甲咱讲，为着今仔日祈祷，用今仔日的日是今仔日晚，这是咧讲你看着邀歌的人，看着邀歌的人，咱家己本身的邀歌，咱家己本身的需要，甲上帝讲上帝啊。求你甲今仔日的日子互阮，毋是为着明仔载后日以后真久长的代志。今仔日到夜，逐日就到夜。所以这中间，互咱看着邀歌的人，咱的心内有甚物款的感触？所以伫教示咱祈祷，就是为着今仔日的祈祷。所以继续伫甲咱讲起，讲为着昨昏来祈祷，为着昨昏以前的过犯来祈祷。伊讲求你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嘛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总是伫原本的圣经中间，即句话有重新解说的必要，因为有的所在即摆有的翻译，应该翻译做啥？求你赦免阮的辜负，阮嘛要亲像你赦免阮的款式，去赦免别人。所以伫这中间，互咱人看见讲，这过犯、失错是明仔载，还是过去的代志？是过去的代志，所以伫这段祈祷的中间，伫迄个所在为着今仔日祈祷，嘛为着昨昏来祈祷。阮过去所做一切过犯，求你赦免阮，互阮的心内无对别人有苦毒的心，互阮无陷落伫迄个毋甘愿去赦免人来苦楚家己。所以伫这中间，咱看见这个毋能干那做爸囝的关系。伫迄中间嘛，包括日常的关系。咱另外一人，伊毋若干为着过去，还是为着今仔日，搁为着明仔载的处境来祈祷。伊讲叫互阮无拄着试炼，无拄着试探，也互阮无拄着啥凶恶。所以内在是安那，无拄着试探。伫我的内心，无因为外在有迄，互我心震动。想要去做这个歹，还是要贪心等等这，所以伫迄中间求你，互我有智慧，通面对试探，是原来意思。所以另外求你救我脱离迄个歹，救我脱离迄个歹。伫迄个歹中间，咱看见迄个要脱离迄个歹，爱有对主来的勇气，对上帝的勇气，互咱有勇气通脱离遐个歹。所以这是为着明仔载的处境祈祷。所以咱咧主祷文的时，咧祈祷的时，就会记哩，咱确定甲上帝中间的关系。啊，然后为着过去，为着今仔日，为着未来来祈祷。所以伫这中间，才有后壁迄段咱所读的圣经，即讲有一个送养人，有人客来甲因兜，啊来因兜的时候，伊无半项通招待人客。那根据以色列人的规矩。也是因的传统，
爱好款待出外人，因为因捌经验对出外人的这款的苦痛，因捌因为饥荒刷到伫埃及的所在来得到饱，所以因伫迄个中间，伫圣经你来去看圣经中间，常常在甲因讲，咱会记得一项，就是咱捌做人客伫外邦，所以咱嘛得爱好款待出外人。所以这中间咱看见，迄个宋乡人有人半暝来甲因兜，可能就是真要紧的代志，才会半暝梦来甲因兜。所以伫迄个中间，照传统，伊需要来互迄个人客食饭。所以伫这中间，伊无物件通食，伊爱执行迄个帮助人的人。所以伊无物件通食的时，伊去隔壁甲迄个好嘅人，也是有资源的人，甲伊叩门，叩，请你借我3块饼，因为有人客来阮兜，我无物件通互伊食，安尼足失礼。所以毋茫你会通帮助我，总是咱看见迄个有资源的人，会常常拢有真济体托的所在。有一间教会，我去甲因讲的时，甲因讲，会当用阮募款袂？因甲我讲，咱的教会吼，其实我嘛做牧师嘛做30几档啦，所以我真知影真济教会，逐礼拜若要开放互人来募款，用要逐礼拜牧师拢毋免讲道。所以伫迄中间，有的教会讲，阮像双年教会就讲安尼，你写计划来，阮就分倒去，奉献偌济去。所以有的所在，干脆讲因为阮有甚物款的缘故，所以拒绝。伫这中间，这个都亲像这个有资源的人，对甲这个送乡的人，要帮助这个无通食的人，一个真要紧的回答，讲歹势，门已经关啊，搁一项，我甲囡仔已经伫蚊床顶咧困啊，所以我袂当起来摕互你食。总是这个执行帮助的人，真正迫切，就该叩，一直该叩门。所以伫迄中间，这个有资源的人，固不自中起来，摕饼，互伊通等于招待迄个邀饿的人。所以伫这段圣经的中间，咱看见，这是一个祈祷甲实践。祈祷了后的实践，信仰告别是爱有实践。所以伫这中间，伊咧用这个例来咧讲，迄个要安怎来实践。所以咱看见，这个要帮助人的人。爱不断咧叩门，不断叩门，检测有人是不堪，互人不堪其扰。所以我常常甲人讲，真侪人问我讲，你即摆咧创啥？我讲，我即摆吼，人见人怕。什么原因？因为我若看到我的人知影就讲迄个巴肚枵来啊，迄个要讨食的来啊，所以伫这中间吼。迄个你人就不堪其扰，真正因为看到迄个要爱讨资源的人，就紧个闪到离裤骹去。所以伫这中间，咱看见，迄个有资源的人，伊欢喜开门互伊饼。圣经后壁在甲伊讲，这个咱人是歹，总是都会晓用饼互囡仔食。无人用迄个蛇当做鱼互囡仔食，嘛无人用迄个饼。把石头当作饼，互囡仔食。嘛无人用迄个芥仔糖做啥？做卵，互囡仔食。可能这段第3句大家感觉真疑问对无？为什么芥仔糖甲迄个卵有啥物关系？因为你知迄个芥仔糖会结做伙去的时候，就变做圆圆一个啦。所以伫迄中间，伫迄个时阵，迄个芥仔糖可能不止大尾的款。所以伫迄中间，迄个芥仔糖会当圆圆，会当当作亲像一粒卵的款式，迄个形啦。所以伫圣经的中间，在甲因讲做老爸搁较安那，人搁较歹都袂用这个互囡仔食。所以何况咱是上帝的囝，何况咱是上帝的百姓。所以上帝的确会将迄个好物，将迄个所需要的欠缺，来帮助伫遐的需要欠缺人。所以伫这个圣经的内面，咱伫这个中间嘛，得看见上帝听伊的百姓，愿意将咱所需要的来互咱，咱嘛愿意起来，
咱们拢起来帮助遐需要帮助的人。所以伫这中间，咱才讲起这个妖魔对策的宗旨，拄则讲了迄个圣经的根据。所以用迄个圣经的根据，咱有一个宗旨，就是用耶稣基督的疼，尽所有来缓解。咱现在无办法解决所有妖魔的问题，总是缓解身躯、心神、甲灵性的妖魔，互真正巴肚野人得到帮助，互伤心的人得到安慰，互罪人得到救赎。这是咱伫圣经的中间，透过这段圣经所做的三项真正要紧的工课。所以肉体妖魔，我要甲大家三角来分享。伫非洲1分钟内底有10来囡仔死去，1分钟10来囡仔死去。虽然非洲是足大的国迄个土地，啊，伫迄中间12个囡仔吼是2岁以下的囡仔死去。咱知影什么原因无？枵死。为什么会枵死？因为老母无奶通互囡仔食，搁一项做爸母的、做老母的都无物件通食，伊的奶水有够个营养无？若无够个营养的时，囡仔身躯会臃肿袂臃肿。所以真侪囡仔12岁2岁以下就死去。所以伫这中间，咱知影，咱伫台湾，咱有咧推动有一个计划，迄个计划叫做辣母计划。啊，辣母，咱捌听过辣母的手，咸木辣母，真少人知影这个辣母是啥。辣母我伫台湾有咧种，啊嘛有咧生产物件。辣母拢总有37种的氨基酸，伊的叶啊有37种氨基酸，所以若会通加6种的氨基酸，就是咱人体人所需要的。啊，若会通甲磨做亲像牛奶粉，拢无有纤维的时阵，囡仔才袂去砸着对无？所以安尼会通变做婴幼儿奶粉的替代品。咱的终局是要发展这个方向。所以这辣母粉，咱即马甲中原大学、甲亚洲蔬菜，搁另外一个专门在做辣母面、辣母茶、辣母饼干，用辣母咧做食物的这个公司合作，在开发者的。明年有一个学生要来台湾，明年的，伊要研究辣母，用这个辣母的计划，希望会能完成这个辣母的奶粉的替代品，会能互非洲这个孕妇，还是这2岁以下的囡仔，会能有够额的营养通食。所以这中间咱这个，这结论是写唔对去啦。这是面顶咧讲给鱼吃吼。即讲帮助人的时候，互伊鱼仔食，不如教伊钓鱼仔。这大家拢知影，总是鱼仔若无鱼仔，这是妖魔对策咧思考一个问题：鱼仔若无鱼仔要安怎样？所以就教因饲鱼仔。特别农业是咱上帝互咱第一个产业，要安怎样帮助伫遮个送乡的所在、粮食无够的所在，互因有够个粮食。总是我要甲恁讲一个真，互咱。可能会感觉真公影的一个代志。咱台湾有人甲讲，台湾敢有人饿死的？你想有人饿死无？嘛有呢。我伫东部牧会时，伫中滨的所在山顶哦，发生2件老人死去无人知，枵死无人知。什么原因会枵死？因为身躯无方便，老化。无法度出来了后，佫无人去关心，所以就枵死。所以伫这中间，咱看去农业的问题，毋是台湾就无问题哦。台湾咱的粮食的自给率、粮食的自给率，几趴互恁了？30%，甚至有当时无到30%。虽然台湾万一有一天受对岸封锁。船袂当入来，飞机袂当入来，飞机运的物件少，船袂当入来时吼，咱的粮食家己生产粮食会当食偌久？3个月到4个月。因为咱即摆目前所有的物件，绝大部分拢是啥？拢是进口的。咱的面包、面粉对对来，进口的。咱食的油真侪是啥？进口的。
古早猪油转都有啊，即马真少人食猪油，惊伊伤大箍。所以伫这中间有真侪遮个问题。啊，这个所在咱就爱重视咱的农业。所以伫这中间，咱看去迄个。咱伫这个所在，咱的后壁，这是你我伫前年去到伫甘比亚时去看这学生甲因的农场。这个学生即马伫今年应该会毕业，是甘比亚来硕士的学生。啊，然后咱毋若干那伫这个外籍的学生的工课，咱伫这中间，咱有办一个危机灾难的悲伤辅导。甲灵性关怀的专业训练，这个专业训练是咧创什么？就是咧帮助这个传教者。这其实是因为八八水灾的时，我到伫灾区的时，看见迄个甚至传教者伫迄个中间去帮助人，有疼心有热情，啊，甲这个志工这人靠伫第一线对无？总是无技术，所以无技术的时候，啊，敢若伫遐斗人数，无形中会变做啥？灾区的灾民，你敢知？志工会变做灾民呢？所以伫迄中间，我看见有一个同工，安尼看一个老人伫遐剃头，啊剃头的时，伊我会讲，我伊送啊，你有身份信息无？伊讲有啊，我的厝都去哦，土石流流去啊，啊，阮某走袂赴吼，嘛对去啊，啊，这同工吼，毋知要安怎应啊，因为伊共问啊，啊，佫有应答啊，啊，毋知要安怎讲，要安怎甲伊安慰，忽然间甲伊讲。啊，毋互你足伤心的，恁会笑会出来袂？咱有得到安慰无？无嘛，无得到安慰。你安尼毋着互你足伤心的，这是废话一句。所以伫迄中间，互我真深的觉悟，因为我家己本身伫做社会工作，伫做志工的训练。我伫福利会12档的中间，拢一直伫做志工的训练，所以有5000几个人参加过。我伫迄个时代所办的志工训练，包括咱教会嘛，本来苏贞杰啦吼，等等本来。所以伫这中间，咱看见有这个志工的训练的认证，总是若无有专业的技术，结果伫灾区的中间无法度发挥作用，无法度发挥作用。所以伫这中间，我对2011年开始办这个训练，第一个目标是毋望这个传教者、夫妇。也是这个教会，特别教会的关怀同工，女宣也是这个关怀组的同工，会当来参加这个训练。因透过这个专业的训练，会当帮助咱起码袂讲毋对话，起码会当照顾家己。真侪人伫灾区的中间救灾了后吼，倒转去家己本身变做 PTSD， 就是迄个灾后的迄个创伤症候群，所以伊毋是 PTSD 的患者，伊是叫做替代性的 PTSD 的患者。所以伫这中间，迄个咱伫这个训练中间有悲伤的理论，有辅导的理论，佫有安怎操作。所以逐礼拜无够额，咱逐礼拜佫有迄个一日工作坊。透过一日工作坊、音乐治疗法，也是绘本治疗法。无共款的治疗方法来帮助志工、帮助这个传教者，会当伫适当的时间来做内容。因为伫教会非常要紧，因为教会咱常常拢会拄到这个事件的时阵，你要处理。我常常开玩笑讲，即卖牧师比以前，阮拄出来时更较轻松，因为以前吼，若做迄个有家庭有事实的时候，牧师就爱无闲几啊工，你敢知？对头到尾，无闲到尾，哦，找墓地、找棺木、找啥呢？好我无闲甲。总是即摆牧师可能会较轻松的原因是啥？因为绝大部分拢去哦葬仪社啊呐，拢包了了去啊。所以牧师真要紧是啥？就是礼拜的时注意个别性讲道，总是其实毋难呢。伫迄个中间，迄个家庭的。丧家也是迄个失落的家庭的中间，有真侪这的心理的创伤，咱毋知影。要安怎伫这中间帮助遐个家庭的成员，伫无共款的创伤的中间会当过好。所以咱看见有真侪老爸老母，几
过星期的时，囝儿孙冤家落册。当时为着打悬，即个气来气去，气到尾啊，兄弟啊，痛苦，俗语讲，痛苦若落去，痛帮就安那，就散去。所以这是真正无彩的代志。所以变咱伫教会中间来做这个工作，心灵的邀约，这是伫咱邀约对策所在努力的一个方向，的一个工作。所以另外，咱伫这个内面，咱嘛开放予社工甲其他的助人的工作者，所以是对外开放的一个时间。这是咱伫迄个志工训练，志工训练，咱伫今年的4月17、18，伫双年教会18甲25，伫双年教会有2天的志工训练，咱嘛会通去参加吼。这是了后，咱有一个实体训练，就是同理心的训练。所以伫这中间，咱这邀约对策，还有足侪工作。所以伫今仔日咱的周报内底有夹一张迄个咱的时间的简介，有夹一张时间的简介。这个时间的简介，就是咱即马目前所在做的真侪时间，毋但干那拄像我讲迄个国际的时间若定，其实国内的时间嘛真侪。伫这中间，互咱人做参考。咱嘛毋茫讲，咱的兄弟若会当伫后壁中间，即张简介后壁是一个信用卡授权书。伫迄个中间下面，佫有真正汇款奉献的管道，嘛咱会通长期来赞助即个时间。因为这个时间毋是一次性的时间，是咧固定性的时间。所以伫这中间，咱嘛毋茫会当透过正兄弟姊妹做伙来努力，欢喜分3块饼，或者是送香散车需要食米邀约的人，互咱3甲5分伫这个工，来3甲5分伫这个5块饼2尾鱼的新食，咱3按头来祈祷。向我的主，我的上帝，阮感谢你的恩典，互阮伫今仔日搁一遍对你的教示阮的祈祷文，知影阮要安怎样告别阮甲你的关系，然后阮会通真正清楚，要安怎样伫日常生活中间，常常甲主你相结连，也常常伫阮的生活中间来实践你所教示阮的。伫你的面前，阮搁一遍将桃园教会牧师以及中职有所有兄弟姊妹，拢仰望交托伫主你的手中，互因诚侪一个家己的团队，伫这个所在来奋兴上帝你的圣工，互这个教会诚侪这个地区的荣耀。伫你的面前，阮伫你的面前，鞠躬交托恳求祈祷，靠所基督圣名，阿门。有主将眼泪撇掉的我心。这时，三甲来念圣诗，圣诗560首，圣诗560首，是阮上帝。荣光上帝，请起立。Oh
即时来奉献，请由国辉、陈美智技术来实现。咱同心来祈祷，请来主上帝，我满心感谢欧罗你，感谢主你看顾赐予咱1月份一切平安，打是2月份的开始，愿主持续保守带领。阮奉献淡薄仔金钱，为教会圣工所用，愿你感纳。我按你恳求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求，阿门。会长，请坐。报告的大师，请咱来读今仔日的经句。伫周报的清书单的下面，我读一遍，请会众读两遍。我阁甲恁讲，求就互恁，找就拄着，拍门就甲恁开。路加福音11章第90节，请。我甲恁讲，求就互恁，找就拄着，拍门就甲恁开。路加福音11章第90节，我阁甲恁讲，求就互你，找就拄着，拍门就甲恁开。路加福音11章第90节。接着，咱来看周报。周报的第1页是后礼拜事工的人员、团契聚会甲固定的时间，请咱家己来看。周报的第2页，小组聚会的时间，请咱家己来看。奉献若是有重大的，请向办公室来更正。继续来看周报的第3页，本主日的消息，欢迎社团法人台湾国际邀歌对职协会曾正志牧师来本会进度请安甲分享。拍无啊！下伫礼拜堂的外口吼有义卖啦，邀请兄姐来支持，嘛请为着邀歌对职协会的事工来代祷甲奉献。
2月份的德月长职长老是张伯钧，执事是德书是刘国辉、陈世云。第6届、第3届董事会伫今仔日中昼12点半伫7孔来调开，请董事出席来参加。主日的消息，2026年的会员学会伫上午9点半就开始，下礼拜2场礼拜合并，所以只有1场礼拜，请会员踊跃来参加。第2项是2月份的定期的中职会吼，这是写12点半啦吼，但是等者我会报告后礼拜有这大饼扫啦吼，所以这时间也是会有调整，才请这中职来注意，吼嘛请各部将报告交伫办公室。中职会后煞开小会，请小会员嘛出席。教会消息，新年的这大饼扫吼，伫后礼拜主日礼拜了后举行。全教会这大饼扫，邀请兄姊吼做伙来经历这神家，欢迎大家家己来准备这个扫除用具吼来参与。不管你是有参加小组，也是无参加小组，拢无要紧，吼，大家来做伙服侍。第1楼到10楼拢有这个饼扫的所在，叫咱家己嘛来看吼。好，第2项，这好好读圣经这查经班吼，已经开始报名吼。伫3月初6到9月初4，这上课时间，请咱家己来注意。若是你要报名吼，请伫这个6楼办公室嘛会使，这周报顶面嘛有 QR code， 扫描就会使参加来报名。2月份的教会守卫室甲办公室的这个出勤的时间吼，这是一个过渡时间啦吼，若是这个时间较无方便的吼，请咱来忍耐一下。守卫时间是拜1到拜6是9点到按时9点，若是拜日就是7点到17点，吼。办公室的时间基本上拜1、拜6、拜日是全部的事项拢会使吼。若是拜2到拜5，佫有无共的这事项会当办理吼，请咱大家嘛来注意一下，小可无共吼。其他的消息，图文合作社的理干事会伫今仔日中昼12点半伫7孔2来调开，请理干事来出席。好，这是请报告书来补充报告。大家平安。愿上帝稳定甲咱做伙伫咧。我伫遮来补充报告几项。后礼拜要邀请咱做伙来教会，对拜6开始，拜6真歹势。即礼拜无报告着吼，咱拜6暗时有一个祈祷会，所以要先邀请咱来做一个新春，为着刷来即一档吼，对台湾人来讲，即个新年是5月2开始的啦，吼，所以为刷来即一档来祈祷，所以咱有一个新春的祈祷会，所以后礼拜下拜6暗时7点。新春祈祷会邀请咱大家做伙来祈祷，详时刷落去。后礼拜日要邀请咱大家一定爱做伙来，因为咱后礼拜日咱要召开定期的会员合会，所以为着这个定期的会员合会，会当做伙，咱会2场合做1场，就是后礼拜日早起是9点半，咱就开始，所以要。邀请咱大家嘛，拜托咱大家做伙来教会来参与，透过会员合会来关心咱过去即一档，就亲像咱今仔日张牧师咧对咱讲的，咱每一档会开始拢是安尼，每一档咱来检视
详细也来理解过去这一冬咱所做的，以及今仔日过去这一冬来形成咱的今仔日，然后线来咱的今仔日要迎向迄个未来，透过每一冬的会员和会，咱其实拢咧做这项代志。咱咧看过去，咱咧为着今仔日咱所有的感谢，像是展望刷落来这一冬咱所要做的，咱透过会员和会来表达一个教会有机体应该有的面貌，所以邀请咱大家做伙来关心咱的教会，透过安尼，咱做伙头前来迈进，这就是每一冬咱召开会员和会要紧的代志，所以要邀请咱伫现场，我知影即2天特别昨落雨，即2天搁特别冷，所以有一寡人检采无伫咱中间，检采透过线顶来参与礼拜，所以后礼拜总是后礼拜日要邀请咱大家做伙出来，咱做伙来关心咱的教会。所以讲有特别安排，随常伫今年1月份，阮就特别安排讲毋望教会有一个时间会当做伙来摒扫。大摒扫这项代志，其实嘛是阮经过真侪，咱爱特别多谢佩斯牧师伊咧安排遮的，有安排无到的，嘛邀请咱做伙后礼拜来到遮参与会员和会以外，咱嘛会当后礼拜咱会当莫穿甲上飘撇啦吼，莫穿甲上水不要紧吼，穿好简单，然后会员和会了，咱食饭煞，或是食饭前，咱就会使开始来做伙伫咱的教会有一个大摒扫。透过这个大摒扫，咱来关心咱的教会，所以实际上，咱互咱的教会教堂啦吼，互咱的教堂对1楼到9楼，拢会当简单来透过咱会当做的，咱来做伙做。所以假使咱后礼拜来会使，咱嘛会当准备好对厝内底摕迄个摒扫的用具啦吼，莫搁买吼，免买。然后咱就做伙摕来遮，咱来摒扫，然后互咱的教会有一个新的开始。透过外在的摒扫，咱求上帝也赏赐互咱的教会有新的展望。所以后礼拜6礼拜，邀请咱大家做伙来参与。愿上帝甲咱做伙伫地，也愿上帝保守扶持，互咱的教会真正得到上帝完全的祝福。祝福谢肯信息395首，信息395首，至圣天父，阮感谢你，请起立。
台湾最后所记的稳定，你要丰盛的手以及正式的引带甲带领，互恁伫所到的所在，正人因为恁来得到福气。对即时一到永世在何尽。电乐密度。伫第一场礼拜三要邀请小会员等一下来到6楼，咱会就后礼拜的会员会费手册做上尾的确认。请甲身躯边的人行平安礼，耶稣替你愿你平安。